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8章。这个事以后，保罗离开雅典去哥林多。伊伫遐拄着一个伫本土出世的犹太人，名叫做阿古拉。最近才甲伊的某毕基拉对意大利来，因为皇帝克罗地有命令所有的犹太人拢离开罗马。保罗去找因，因为共行业拢是伫做布边，就甲因住，做伙做工。逐个安息日，保罗拢伫会堂甲人辩论，苦劝犹太人甲希腊人信主。西拉甲提摩太对马其顿来了后，保罗就专心传道，对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基督。因甲伊反对搁诽谤的时，保罗甲3年的土粉拌迄角，对因讲：恁家己要讨死，无我的代志。对他以后，我要去外邦人遐。然后保罗离开因，去住伫一个敬畏上帝的外邦人，叫做提多犹斯都的厝。伊的厝伫会堂的隔壁。会堂的主管基利斯布甲伊的全家拢信主，阁有真侪哥林多人听了来信，嘛受洗礼。有一暗，伫异象中，主对保罗讲：毋免惊，着继续讲，毋通点去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无人会下手甲你伤害。我有真侪子民伫即个城内。保罗伫遐住1年半久，将上帝的道教示因。加流做阿该亚总督的时，犹太人联合攻击保罗，甲伊抓去法庭，告伊讲：这人煽动人用违背律法的方式敬拜上帝。保罗拄要开喙，加流对犹太人讲：犹太人，这若是犯法的行为，也是恶质的犯罪，我当然着耐心听恁的控诉。所争论的，既然是关系恁律法的字眼甲名称，恁家己去解决，我毋办即款代志。伊甲因赶出法庭，众人就掠会堂的主管索提尼，伫法庭前甲伊拍。这项代志，加流拢无插。保罗伫哥林多甲信徒各住真侪日了后，离开因，甲毕基拉以及阿古拉做伙坐船去叙利亚。出发前，保罗因为有下愿，伫坚革哩剪头毛。因到以弗所，保罗甲因分开。家己入去会堂，甲犹太人辩论。大家请伊留落来加住几日仔，伊无答应。要离开的时，伊甲因讲：若是上帝旨意，我会搁转来恁遮。然后坐船离开以弗所。伊伫凯撒利亚落船，对遐上去耶路撒冷，甲教会请安。然后就去安提阿。保罗伫遐住一段时间了后，搁出发，经过加勒泰甲弗鲁加地区，坚固正门徒的信心。有一个伫亚历山大出世的犹太人，叫做阿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伊有真好的口才，对圣经嘛精通。伊对主的道路有受过训练，热心宣讲，正确教示耶稣的事。不过只有知约翰的洗礼若定。伊伫会堂好打开始讲道，毕基拉甲阿古拉听到伊的讲道，就带伊去因兜，搁较正确甲伊解说上帝的道路。后来，阿波罗决定要去阿该亚，
约束的信徒就甲伊鼓励，写批互阿该亚的门徒，请因甲伊接待。伊到遐以后，遐个对上帝恩惠来信做人受到真大的帮助。